怎去開始解釋這段情？寫一首關於你的詩，胡言亂語，心思交瘁，仍未帶出合意志。這一首關於你的詩，胡言亂語，心思交瘁，仍未帶出合意義。假若我知道鏡中影像，也許一切可以留得住。紫色的小盒子裏，盡藏着許多美妙事。代表絲絲愛意，暗裏隨着閃閃光輝。